骗子皇上，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，你就是个骗子，骗子皇上。哟，背着朕偷嘴呢。皇上吉祥。行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别装了。皇上，你怎么跟鬼似的，不出声直接进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朕今天啊，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你的，这不是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皇上用不着破费，这些好东西啊，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、贵妃娘娘，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啊，送给我干什么？朕不过是有1位皇后、4妃、9嫔，接下来就是贵人、常在、答应等数十位，哪有72宫娘娘？再说了，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？你告诉朕，朕明天就封你。奴婢怎么配啊？皇后说的是李易欢吧？她呀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这侍候朕啊，比寻常宫女伶俐些罢了。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，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！什么东西打翻了？醋坛子呀，你没闻到吗？酸死了！皇上说笑了，奴婢怎么敢吃醋呢？其实吧，你今天暗中跟着朕，还偷吃朕的醋，朕的心里啊，美着呢。这么看来，你是不生朕的气了。老大，别生小弟的气了。你还记得，朕当初化名龙三与你在摘星楼结拜，我们俩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是朕的生辰，当然也是你的生辰。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！你看。朕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在家乡的时候，每次过生辰，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，让你放了祈福，对吧？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皇上你都记得呀？傻丫头，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？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咱们放花灯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放啊？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走。慢点儿。哎，啊，先许个愿啊。冷小弟，今天也是你的生日，你也许个愿吧。好，那你先许。嗯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这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放吧。龙小弟，其实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不过我手太慢了，只绣了一半，另外一半还没绣完呢。你不是一直在生朕的气吗？还给朕准备了礼物啊？本来是想好好给你准备的，结果今天看到你的后宫嫔妃都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奇异宝，尤其是那个贤妃，绣了那么好的荷包给你，我这个……哇，这真的好丑啊！这针脚又粗又稀不说，你就看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野鸭子不像野鸭子，小飞蛾不像小飞蛾的。你嫌丑，你不要不就行了？谁说我不要啊？这虽然是我收到的最丑的荷包，但也是市场最珍贵的一个孤品。老大，
这是你第一次做女工吧？还说呢，人家的手指都快扎成筛子了。有你这么白太人的吗？还什么小肥鹅野鸭子，这我明明绣的就是。是什么呀？朕完全没有看出来。我绣的是京城第一酒楼的烤鸭，行了吧？你还真是时时不忘了吃啊。不过也行，这要是下次再落难了，就拿着这个荷包啊，天天望鸭止饿。哪有你这样的？皇上说话一点都不忌讳，还再落难。这微服私访已经够危险的了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。那不行，朕以后啊得经常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给朕绣的这个烤鸭荷包啊？光微服私访、体察民情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有10000个想法，但是只要你回到紫禁城里，你就只有一个想法了。老大，朕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一定对朕很失望，但是朕也是迫不得已。朕若是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杀了，朕这个皇帝不但地位不保，恐怕连小命都没了。那不是一个明君作为，而是一个匹夫在逞一时血勇。朝政之事啊，不能急，得从长计议。你要相信朕，给朕3年，3年之内，朕一定把那些榜上有名的贪官污吏全都收拾干净。你说的是真的？3年之后，要是没有做到的话，你再怎么生朕的气，朕都无话可说。终于笑了。好了，把这个荷包拿回去，等到你绣好了，一定要给朕，朕会好好收藏着。其实啊，朕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什么呀？哎呦，丑死了！这眼睛，目露凶光，嘴唇这么薄，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人。哟，难看死了！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！朕刚刚埋汰你几句，立马就还回来了。我这怎么是埋汰你啊？是，虽然龙小弟你贵为天子，但是你也不见得是全天下最英俊的男子吧？而且你生气的时候特别像门神，很可怕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朕。今天是你生辰，朕就饶了你。这针小象可是朕亲手给你画的。哦，以前后宫嫔妃还有皇后都想要朕的自画像，朕一个都没给。喜欢吗？老大，朕今天在后宫嫔妃面前对你表现的并不在意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你。这些后宫的女人们，平常看起来姐妹相称、谦恭有礼，其实都是明争暗斗，各有所图。朕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心思单纯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朕不想因为朕的偏爱跟你树敌招祸。当年，朕的皇祖父和父皇都是天生的情种，他们个个要美人，不要江山，陷大清于危难而不顾，所以皇祖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他最忌讳皇帝专宠，朕要顾及皇祖母的想法，就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你的偏爱，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，你明白吗？爹，回来了。倩影，倩影，你的脸，爹娘，你的脸已经好了。吴应琪在平西王府找齐了药材，配出了冰肌血肤膏，治好了女儿的脸。又是吴应琪，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难道你跟他？爹，别瞎想，我跟他只是寻常交情。不信，你问叶师弟。啊？
假。默生，你告诉三师傅，你师姐跟吴应奇之间有什么异样？三师傅，你放心吧，师姐是行事有分寸之人，绝不会跟吴三桂的儿子有任何逾矩之事的。好了，先进来吧。进来吧。走吧。东西就在这间房子里，这个地方就是最佳撤离点，距离不远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接应。千阳，你这份平西王府的地形图绘制的不错，一定花了不少功夫。总算听到爹爹的赞许了。其实你爹一直都很疼你的，也以你为傲。不过很奇怪，吴三桂当初给吴应奇的钥匙，说是真钥匙，可我从吴应奇那调包的，却是假钥匙。是不是吴应奇把这个金钥匙给调包了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而且也不知道这金钥匙的秘密，他调包又有何用呢？你在负责执行这个任务，你跟吴应奇相处了这么久，爹相信你的判断。谢谢爹。如果吴应奇没有调包金钥匙，那应该吴三桂交给吴应奇的，就是一把假钥匙。他想利用樊师妹传递假消息给我们，让我们误以为金钥匙已经不在他手上。这个吴三桂真够狡猾的，他居然学着鳌拜，也在咱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把内奸给找出来。默生跟倩影在云南1个月才被发现，这就说明咱们明珠谷的内奸身份并不是很高。以后几个孩子的行动只能由咱们几个师长知道，不能让谷中的任何人知道。我和樊师姐调查了很久，真的金钥匙应该就在吴三桂书房的密室里。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书房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这里也是整个平西王府守卫最森严、最难接近的地方。太子，接下来该如何安排？义父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，各司其职。樊师妹和叶师弟负责查清楚平西王府的守卫情况和轮岗规律。好。吴师傅，你负责制造出能够接近书房的王府中人的面具，并教我们事先模拟好这些人说话的声音。放心，只要让我看上他们一眼，听他们说一句话，我保证能够复制出连他们自己都辨不出真假的冒牌货。好。四师傅，你负责联络云南边境守军中的内线，散布缅军就要异动的谣言，转移吴三桂的注意力。请太子放心，这些年我在云南边境的守军中安排了好几个我们的内线。好。那我们夫妇的任务呢？是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每个人担子都不轻。三师傅，我记得你在研制一种新的毒药，能让人服下以后四肢麻痹，无法动弹，也无法说话，但是却能够保持清醒，这样就不会让人轻易察觉有什么异样。不错，这个毒药名称叫呆若木鸡散，已在我自己的身上试验过，效果就……那日啊，你三师傅神色如常地坐在屋里，我以为他在想什么事，就没有打扰他。不料2个时辰过去了，他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我叫他，他也不应；推他，他也不动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结果又过了1个时辰啊，他渐渐恢复了原样，告诉我他在试验一种什么新的毒药，叫呆若木鸡散。你看他当时的样子，不就是呆若木鸡吗？好，樊师妹，就由你想办法，把这呆若木鸡散下到当夜值守护卫的饮食当中去。好，我扮成侧王妃的丫鬟，应该能找到机会。二师傅，你是我们当中武功最高的，你就负责解决突发情况，放倒守军当中没有中毒的高手。好，为师已经很久没有与人交手了，手正痒着呢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平西王府中的机关。虽然我跟樊师妹、叶师弟都也懂得机关阵法之术，但终究不及6师傅经验丰富。
如果六师傅在的话，那咱们的胜算就又能多了一分。放心，我已经飞鸽传书给雪衣居士了，算来他也应该到了。堂姐姐真是神算子啊，居然算到我已经来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到几路替身来替他掩护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可是却接到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来滇都与你们会合了。六师傅回来正好，如此一来，平西王府纵然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也可以放心的闯一闯了。太子安排的十分妥当，那你就负责总调度，我来制定撤离方案。有劳义父。皇上，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所有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别的人暂且不宜动，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。先杀一儆百，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、欺压百姓不？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他还暗杀朝廷官员，谋害后妃，其9族共计672人，都当斩。龙小弟，672人，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？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，不过朕以仁治天下，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。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，为什么他犯法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刘德昭啊，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，朕倚重的老臣舒建，他更想行刺于朕。朕不诛他9族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诛9族？龙小弟，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？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？叶欢，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，这是大清的律例，朕也必须遵守。你要是于心不忍，不愿帮朕草诏，那就朕亲自来写的。别了，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？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，还是我拟吧，我拟。慢点。其实啊，你根本不用自责。我放你和殷默生离开，并不仅仅是出于儿女私情，而是因为大义。大义？不错。其实，我很清楚世人对于我父王的评价，我也很明白未来的史书上，我父王，甚至于我，都将被列入2臣，受万世的唾骂。我如果不是吴三桂的儿子的话，我也恨不得手刃了他，血祭永历皇帝，以谢天下。没想到，原来你心中殷琦，没想到你肯对我说如此肺腑之言，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。倩阳，我跟你说的这些话，除了我娘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除了身份不同，立场也不得不同之外，对于是非道义的判断，我俩是一致的。太子，前面这条街道就是平西王出入王府的必经之路，在这个街道上有处茶楼，不如我们先到楼上去，一边喝茶，
一边观察王府的动静。客官，慢用哈，有什小二么尽管吩咐。好，来嘞。二位来点什么？普洱茶。好嘞。楼上2位普洱茶，茶来喽。哎，你慢用。哎，小二。啊？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这汤色就能看出来了，给我换一杯吧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哈。六师傅，这茶的味道不错呀。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哟，哎，这楼下怎么这么多清兵啊？是啊，快看。嚯，这么多人马！那是，这缅军啊，实在太仗义了。小兄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听说呀，是缅军偷袭了边境，抢夺了好多老百姓的财物。这平西王率兵出击，还击缅军呢。啊！左图，奴才在。山西巡抚刘德昭一案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刘德昭贪赃枉法，罪行累累。他不但私自侵吞朝廷的赈灾粮款，还圈地占地，危害一方，刺杀山西总兵书建，甚至行刺皇上，实乃罪大恶极，罪证确凿。刑部已经把他和同伙33人押往菜市口问斩了。那他的族人呢？刘氏一族，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3000里。这怎么处置的如此之轻啊？是，皇上，这刘德昭犯的可是滔天大罪，本应诛9族的呀。一律，刘德昭是当诛9族，但是朕念及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并不想多造杀孽，以便为太皇太后积福。皇上以仁孝治天下，乃天下之表率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退朝，左图留下。这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左图，奴才在。这回刑部量刑，为何如此之轻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刘德昭罪大恶极，就算是诛他9族都不为过。可是皇上旨意说，其余族人从轻，切切不可累及无辜，所以刑部以为圣意如此，所以就将其轻判，只是将他们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朕下的旨。是啊，皇上，难道您忘了那天在御书房，您拟的旨，然后侍书姑娘亲手交到奴才手里的？
皇上，您的意思是要将刘德昭一案发回重审吗？不必了，刘德昭和他的同党都已经砍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盖棺定论了。你先跪安吧。这。哎呦，皇上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谁把门槛垫这么高的？赶紧给人削平了！这，小德子还不去传工匠，快！再不削平，朕削了你的脑袋！这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糟了，难道东窗事发了？你在外面等着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这。龙小弟下早朝了，喝点茶吧。一大早发这么大火啊！天威难犯，是谁这么不懂事儿，惹龙小弟生气了？你还知道天威难犯？你这个笔墨诗书的差事做的是越发的好。是不是刘德昭的案子结了？结了。刘德昭和他同党砍头，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这个结果你可还满意？哎，后宫呢不得干政。虽然奴婢不在皇上的后宫之内，但是奴婢也是个女人呐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怎敢胡乱议政呢？不过皇上既然这样处理，肯定有皇上的道理啊。李欢，你别以为朕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恃宠而骄。你竟然敢矫诏给了索额图一道假圣旨！我就知道奴婢这点江湖小把戏肯定瞒不了英明的皇上了。是不是索额图跟刑部的人发现那道圣旨是假的，要杀刘德昭全族啊？要是发现了，你还能在这儿？早就进天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氏一族老少全都安然无恙了？李欢，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矫诏也是欺君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这件事情要是让文武百官、太皇太后、后宫的嫔妃，甚至任何一个宫里的人知道，你就算有10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奴婢矫诏的确不对，可是皇上滥杀无辜、大开杀戒，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过来指责朕滥杀无辜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诛你九族？奴婢根本没错，错的是皇上。反正奴婢的族人早已流散四方，根本找不到了。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皇上真的气不过的话，那就砍了奴婢的脑袋吧。奴婢绝不皱一下眉头，用奴婢的1颗人头换600多颗人头，值了。好，真英雄啊！那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来人，传索额图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皇上这么多年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是不是因为世淑姑娘？除了她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索额图到了吗？还不快给人滚进来！这。皇上吉祥。索额图，把李欢推出午门斩了。
啊？世淑姑娘犯了什么事儿？皇上要砍她的头啊？总之是砍头的大罪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皇上息怒，皇上三思。你啰嗦那么多干嘛？啊？这让你去就去。这把头砍了，我看你还逞什么英雄！走吧，世淑姑娘。索大人，皇上真的要出斩世淑姑娘？皇上是这么吩咐的。皇上虽然是这么吩咐的，但是咱家斗胆建议索大人，暂缓行刑。索大人也是聪明之人，应该明白咱家的意思。行了，多谢李公公了，你说的我心里都有数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你为什么不问皇上为什么大发雷霆，要砍我头啊？我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呐。在这宫里头，事儿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皇上不会真砍我头吧？哎，姑娘啊，这次山西之行，我心里看得很清楚。皇上心里对姑娘那是非常看重，姑娘啊，可不比其他人呐。如果今天我真的犯糊涂，砍了你的头，那接下来皇上就该来砍我的脑袋了。那姑娘放心，咱们呢就这样慢慢的溜达，说不定我们还没有溜达到午门，皇上就派人下旨要来赦免你了。索大人，前面就是午门了，这皇上万一还不派人来赦免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可就只能执行圣旨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您真的要砍我头了？万一您真砍了我，皇上又后悔了呢？我说了要执行圣旨，可是执行圣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啊。要砍你的头，那得有刽子手吧？这刽子手从住的地方走到午门去，他需要时间吧？啊，刽子手来了以后，那得先磨刀吧？这刀磨好了，送你上路，得给你吃口上路饭吧？饭做得了，给你端上来，你是一勺一勺的吃呢，还是一粒一粒的吃呢？总之，我是不催你的。那如果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派人来赦免我呢？哎，这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有派人来赦免你，但是他也没派人来催问，那咱们就还有办法可想啊。奴才这就去。
这刀都磨了一下午了，会不会磨断了呀？没关系啊，这把刀磨坏了，咱们换一把刀，接着磨呀。来，快吃吃。嘿嘿嘿，多吃点。皇上，你消消气儿啊，喝杯茶消消气儿。这谁沏的茶？怎么那么难喝？是奴才的徒弟小德子沏的。你怎么教徒弟的？连个茶都不会沏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皇上的茶通常都是世淑姑娘给您沏的，小德子他一时半会儿掌握不好火候，求皇上您饶了他这回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的福啊！你还知道啊？你还知道朕离不开那个小丫头？那刚才朕要砍他脑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替他求情啊？啊！朕在这急得团团转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声都不吭你！哎，你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！不，皇上，我这不是想让您冷静冷静再说吗？那奴才现在求情来得及吗？哎呦，索大人不会现在把宜欢姑娘的头都砍下来了吧？索图要是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那朕真是白疼他了。啊！难怪皇上让索大人来执行圣旨呢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挺机灵。哎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？哎，知道。还不快去！哎，奴才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皇上息怒啊，皇上息怒。长进倒是不少，这面的针脚好多了。索大人，你说皇上不会真想杀我吧？这样跟你说吧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天威难测啊。哎，没事啊，赶紧吃吧啊！我就知道，不能相信皇上的话。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永远不会砍我头呢，没有想到言犹在耳，现在就要砍我头了。呸！哎，索大人，喏，说着人来了。索大人，哎，李公公啊，皇上有旨，把李易欢带回永乐斋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奴才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不生我气了？那还用说，本来皇上是龙颜大怒，是我拼了性命不要，在皇上面前苦苦求情啊，皇上才让我把你送回去。姑娘，你再回去以后，可不能再忤逆龙鳞了。姑娘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谢谢李公公。哎，那行了，那咱们就走着。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炷香，不知道孩子们得没得手。晋王放心，这些孩子都是咱们精心调教出来的一流高手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吴师傅，你扮起平西王侧妃，简直惟妙惟肖。这世上除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，就没有你武师傅扮演不了的人。倩影姑娘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要留在我琪儿身边了。若是被人发觉了，不仅会连累了我琪儿，还会伤害了姑娘的性命。不仅这扮相像，连声音和神态也一模一样。那我呢？我这石副将就不惟妙惟肖了？你呀，怕是连石秋红本人都分不出真假。
太子不像易欢那丫头，每项技能都学得很到家。王妃，石将军，叶师弟已经得手了，咱们可以出去了。侧王妃石将军好。继续巡视。你们进去取货吧，我和倩影守在这儿。好，多加小心。有机关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好。
跪起来！爹，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不会是大师傅把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快撤！现在已经没动静了，可能碰到巡夜的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要不我进去看看？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，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打乱计划。好。晋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吴三桂，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！区区调虎离山之计，岂能瞒得过吴三桂？怎么样？你们是想束手就擒，还是想再负隅顽抗？哼！现在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战场上，今天你手下兵将虽然众多，但想困住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冲出去！放箭！只许射腿脚，本王要抓活的。是。吴三桂拿命来！活捉他们，每人赏银千两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李定国、陈胜男，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，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枪队吗？吴三桂，今天算你赢了。你把他们全都放了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。我乃堂堂大明晋王，你把我押解送京，交给康熙那个小皇帝，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，而且还可打消朝廷对你拥兵西南、伺机反叛的嫌疑。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大不了，我们就拼个鱼死网破。我临死之前，一剑削去自己的面皮，那我这颗人头可就不值钱了。就算你把我交给康熙，康熙也不会相信的。李定国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。这前明晋王，哪有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值钱呢？你若肯把你这个假儿子留给我，我或许还会考虑是否放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可看清楚，这可是真的平西王侧妃，不是我们的人假扮的。爱妃，王爷，救我！李定国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竟敢挟持本王爱妃！你们若敢动秦氏一根毫毛，尔等一个也休想活着离开这平西王府！吴三桂，
17年前，我李定国亲手射杀了我的爱妻，更亲手射了我刚出生的女儿一箭。我犯下了人伦大罪，天下人人都可啐我李定国的脸，都可以骂我李定国一声猪狗不如，唯独你吴三桂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你引狼入室，投戮同胞，你是我大明王朝的千古罪人。李定国，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力，你快快放了我爱妃！吴三桂，你由衷也学学我李定国猪狗不如，今天你也一箭射杀你的女人，这样我们这些大明遗臣就被斩草除根了。你以为我不敢？王爷，住手！父王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认，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吗？妻儿，妻儿，青阳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我为了你，不惜挨了我父王50军棍，我险些送了命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妻儿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不惜牺牲一切的女人！你让父王放下剑。好，我这就放下。但你必须过来，拿起枪，当着本王的面，一枪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不，青阳，我不想要你的命。你把我娘放了，换我来做你的人质，就让我父王一剑杀了我好了。妻儿，糊涂！妻儿，你好糊涂，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边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放了我娘！妻儿，你疯了，快退回来！妻儿，放了我娘！吴应奇，放了我女儿！放了我娘！爹，娘，女儿有一事相瞒。我和应奇一见钟情，虽然彼此有缘无分，但却在心中默许了终身。我不得已劫持你娘，我愿拿我的命来赔你。不，千英，你犯糊涂啊！千英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放了我娘，我也把你放了，我们一命换一命。晴儿，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不，晴儿，晴儿，你放了我娘！吴三桂，你快放了我们，不然我就和你的儿子同归于尽！王爷，吴三桂，现在你的女人和你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上，我李定国一言九鼎，只要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们还给你。让他们走。王爷，走。
世淑姑娘这一路上都悔恨不已啊，她恨不能要以死谢罪。皇上，我看得出来，世淑姑娘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您就饶了世淑姑娘这一回吧。既然她已经知道错了，那朕就先留下她这颗脑袋。皇上圣明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朕要好好亲自审问他。这起来吧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，奴婢擅自矫诏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可是那日在御花园，皇上以龙三的身份跟奴婢一结金兰，还对着月亮发过誓。皇上跟奴婢相差1岁，同月同日不同年生，但愿将来要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果今天皇上砍了奴婢的脑袋，难道皇上要陪着奴婢一起去吗？你还敢提那档子事儿？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无法无天的吧？可是你别忘了，那日在刑场，你可说过要跟朕断绝结拜情谊的。那次不算，那次是以为奴婢要被砍头了，不能连累皇上跟奴婢同生共死，所以才狠心说要断绝关系。皇上明明都知道这是奴婢用心良苦，为何现在用这些话来堵奴婢的嘴啊？你少装委屈！刚才一副豪气冲天，要偷一颗要命一条的样子，现在在这儿装什么怂包呢？奴婢没装怂包，奴婢是真的委屈。皇上金口玉言发下结拜的誓言，难道奴婢说断绝兄弟之情就真的能断绝吗？朕明白了，你就是算准了朕不舍得砍你这颗脑袋，所以就如此胆大妄为是吧？奴婢无依无靠、无权无势的，唯一能赌的，也就是皇上的舍不得。难道奴婢错了吗？皇上真的能舍得吗？皇上，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候的情景吗？人们都说朝廷无道，民不聊生，可为何京城是如此的繁华呀？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，让开！他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。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，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那个时候，奴婢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老成大器的少年，就是当今的皇上。可那个时候的皇上对鳌拜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的暴行亦是十分不满，可为何如今皇上也要动不动就诛人九族呢？你怎么能拿这跟鳌拜比呢？鳌拜杀的那些犯人有多冤枉？刘德昭难道也冤枉吗？杀刘德昭不冤，可是刘氏一族也有毫不知情的老人跟妇人，还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啊，他们何罪之有？皇上，奴婢并非恃宠而骄，也没有干政的野心，奴婢只是不想看着皇上的刑罚变得如此严苛。如果说奴婢矫诏冒犯了龙威，那当时在山西呢，皇上冒险抢劫官银官粮的时候，难道也是有意挑衅皇权吗？皇上还不是出于一点点人心，怕更多的无辜老百姓饿死吗？你少在这花言巧语。朕今日虽然不杀你，但是必须要罚你，要不然指不定日后
你还会闯下什么了不得的大祸？来人！奴才在。李欢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把他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。皇上，世淑姑娘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逃了回来，她的脚伤刚刚好。世淑姑娘身子弱，这40大板她可经受不起啊！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世淑姑娘吧。老东西，这会儿你知道求情了？你会错圣意了，还不快去！这……慢着！皇上，您还有何吩咐？不用把人拖到掌心太监那儿，让人把板子拿到永乐斋来。这……皇上，你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啊？要不然呢？那日奴婢不知天高地厚的打了皇上一巴掌，太皇太后要罚奴婢手板，当时还是皇上跟奴婢一起作弊，逃过了惩罚。难道今天皇上真的要惩罚奴婢吗？朕上一次就不应该帮你，你若是受过一次罚，只怕就会懂得收敛，也不会犯下今日这等大罪。好，只要能让皇上出气，奴婢愿意受罚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